大家好，我係 Henry。今次我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喺九龍塘打比道嘅聚賢居啦。咁係一個底層多室，實用面積有1538尺嘅3把套單位。我哋依家嚟了解一下。首先一入到門口就見到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啦。而且佢個空間亦都好充足啦。通常一啲咁長方形嘅客飯廳呢，咁其實呢就非常容易擺放家私嘅。咁個空間發揮自由度都其實相當高嘅。然後喺牆邊就做一個大量嘅收納櫃啦。咁無論係中意擺放一啲衣物啊，咁其實都非常方便。然後去到走廊，咁第一間房呢就係一個嘅廚房啦。咁廚房就配備一啲焗爐啊、明火煮食啊，甚至一個工人房嘅。咁呢度都有啲收納嘅空間啦。咁然後最入面就係工人房啦。咁工人房都配備一個工人陶瓷同埋啲收納嘅空間嘅。咁而且都見到其實廚房嘅透光度都好充足喎。咁然後走廊亦第一間房啦，咁其中一間睡房嚟嘅，咁都係個長方形嘅設計，容易擺放家私。再繼續走廊直行轉左啦，咁就係洗手間啦。咁洗手間配備浴缸設計、通風窗口、抽氣扇。咁然後去到最後一間房啦，咁係間睡房都係。雖然呢度望出去嘅位置係窩打老道，但係勝在呢度隔音其實都唔差嘅。咁然後我哋去到套房嘅位置啦，咁其實套房佢都配備一啲好充足嘅設施啦。咁例如梳妝台啊等等，同埋啲書桌等等嘅空間都應應有盡有㗎啦。同埋空間都足夠放3邊落床。咁然後我哋直行就去到套廁啦。咁套廁創咗一個雙洗手盆嘅設計，而且配備浴缸啦，有個通風窗口。除此之外，呢度都配備咗一個企缸嘅設計喎。喺套房就有一個細細地嘅露台，咁我建議可以喺度種下花。咁我認為呢一度嘅空間真係非常之容易擺放家私嘅。咁除咗一個好大嘅客飯廳之外啦，咁無論係睡房啊、套房呢，佢個空間呢都係方方正正，非常容易之發揮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。如果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返我92700013或者 WhatsApp 690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